谢谢文佳哈，是我大学的学弟。其实这两个区哈，我们潘主任哈本来很坚持想选的哈，但是因为我们发现说那个区实在是国民党很优势的区域，如果我们台人他虽然有做过里长哈，出来拉个1-2千票，大概民进党大概连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极力的劝退，啊，那最后获得潘主任的首肯哈。另外在汐止跟金山万里瑞芳这一区啊，我应该这样讲，有2个原因哈。那我也愿意促成民进党赖品妤的出现哈，我们也会全力支持。原因是这样哈，这个应该有于私跟于公2个理由了哈。那么其实他们一提了讲到赖品妤，我就吓了一跳，因为赖品妤的父亲哈赖晋麟是我台大学运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哈，革命伙伴啊。当初我记得我只是在那边洗脑同学的人哈，真的在做事的，在发展组织发展反国民党学运系统的，其实赖晋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的好的革命伙伴啊。这个伙伴的女儿要选立，我没有道理再坚持下去了哈，而且要全力帮忙。那于公的方面，其实当初我们台联党的决策小组会推我出来选，原因是很简单，因为坦白说，我们觉得时代力量黄国昌委员哈太晚宣布了，那原来的审发会也没有要选嘛，那个区等于是平白奉送给李永平了，那实在是很糟糕哈，地方的那个绿色的选民都每个都会干掉哈所以那时候我们决策小组认为说，因为我在20年前在那一区曾经最高票当选过国大代表，然后在金山万里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认为我非常适合，才推我出来。好，那现在既然是赖品妤出现，我们觉得那个害怕绿营大输的情况就不存在了，因为我觉得赖品妤跟李永平他的反差很大，2个都是女生啦哈，女生我们当然有一场好戏看，但是呢，一个是比较偏蓝偏红的哈，一个是绿的，我戏称这个叫做绿台椒哈，辣椒的椒了哈，绿台椒大战那个红老椒，拍谁啊？那个老人团体打来嘛，所以这一场好戏非常精彩哈，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是这个民进党提名赖品妤有赢的可能，注意听哦，是有赢的可能而已。那么原来这个只要有赢的可能，我们台联很愿意就礼让因为我们要的是赢啦，就是本土派大赢，而不是争一个小党个人的利益。那所以我们很愿意在这一次就是2个区我们都让给民进党。那我们也希望在抗中保台这一块上面，我们能够继续的未来3个多月继续的密切合作。那因为虽然外界认为说这个总统好像蔡英文目前民调领先但是坦白讲，在去年11月24号的惨败之后，我们认为那个还是一场硬仗。那绿营没有分裂的本钱，那应该民进党跟台联要继续合作下去才有赢的空间这个以上报告，谢谢大家。